同佢哋打打氣啊！至高榮譽第三日場國際安全區挑戰賽，當然第一個咧就係落獎要齊啦，個抄手咧要保持個人周嘅平衡啊！因為喺左手邊嘅5、6、7線嘅抄手好辛苦啊，交個浪啊，同埋啲水啊比較淺啊，唔容易控制個落鈎嘅。甚至有啲專家朋友講啦，喺左手邊嘅6、7、8線，如果啲水